英国农民若要赶狗，会用胶漂仔还是放炮仔来吓惊狗，不过效果是无介好。高雄市农业局这几年就辅导农民为电网仔，毋但会当吓惊狗，阁袂甲影响到，这农作物的损害平均嘛降到1成以下。 高远的4颗连灯拢围上铁网仔，详细甲看顶悬的告示牌有画一只狗，提醒民众网仔有电唔通摸着。这是高雄农业局辅导农民设来工地台湾狗的电网，透过加装电木器，亲像电网仔杯高电压加电流的原理，互狗仔感觉会疼，但是袂受伤。农民李立贵讲，自从装电围网了后，狗仔拢唔敢来啊。 我在没有围的时候，可能它全区受损可能会2/3。那我围了之后，到目前为止，其实我的损害是0的，所以它的效果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，只要你的安装方式是正确的，其实它是很有效果的。 英国农民为着要赶狗，有人饲狗仔过远，甚至连胶漂仔拢摕来用。上侪人用的都是炮仔，不离过时间一久，狗仔发现对因无妨害，就失去效果。农业局表示，外山区的农民定定去互包括高山在内的野生动物领地，一寡农作物拢去互吞打了。经过这几年的推广，因认为电围网是目前上有效的工地方式。危害农作物目前以设置电围网的防治效果最好。 普遍来说，都可以达到90%以上的一个效果。高雄市政府跟林保署合作推广下设电围网，目前已经累计补助58个案场，面积有95公顷。农业局表示，今年度的补助申请已经开放，农民若是要装电围网，政府会补助3/4，农民干那爱负担1/4，而且嘛派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电围网，希望会当减轻农民的负担甲损失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。